安尼你爱安怎？你就我较坐伫遐，啊，你就甲问讲，敢有迄个盘仔洗好的，我会当试，敢会使？叫做找工课，家己去找工程，找会当了愿的代志来了，安尼会使无？哦，啊，你坐伫遐，甲先生讲，哦，你的狗狗有够好，安尼就好啊。人佫讲，啊，我这拢袂做啦，无录音啦，吼，安尼就佫毋对啦。你会当安那？你会当坐伫遐，甲大家鼓励，你有够牛的，有够赞的，啊，我坐一只，甲恁鼓励，安尼敢好？安尼是毋是嘛一句话？啊，你若家己讲，佫甲家己人讲的，看家己无，安尼嘛敢嘛是一句话？嘿，所以爱学讲好的话，学讲对别人对家己有意义的话。啊，最后呢，就咱来用一点仔时间，甲大家报告。咱今仔是3月初几？今仔是38，妇女节。虽然咱来讲，这迄个妇女为什么要用38？其实38妇女节不是咧叫你爱38啦，叫你安那爱调整家己爱画出家己的自信。爱甲家己知影讲，咱存在伫即个地球顶端，不管你即摆偌济岁啊吼，你即摆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70岁、80岁、90岁拢无要紧，你存在伫即个地球顶端，你爱有家己的主宰，你爱家己你来遮的价值，你要创造啥物意义出来，刚好。所以咱天堂该当今仔，互咱一个掌声，甲咱祝福咱今仔38妇女节所有的听众，咱的妈妈，咱的另外一半，啊，还有咱所有天下吼，咱的所有的母仪啊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咱今仔甲咱报告，咱为即摆开始哦，咱的课程，咱后一道的课程的时间是4月12。哦，4月12，啊，甲先甲报告咱的后一厝3月20是咱的中营升专班伫遮哦吼，暗时啊8点到9点半，吼，啊，咱的课表咱若无的，这是提醒尔，等者摕课表刚好。